觉得到烛火摇摇欲坠，再这样下去真的会被击碎。但我就是不懂得面对疲累，而且一点都不后悔。或许我是现代的莫扎特，准备好将自己的灵魂收割，唱一首安魂曲给自己听，反正迟早会要了自己的命，不用关心有什么毛病，为了让故事升华成精品。现代的莫扎特，准备好将自己的灵魂收割，唱一首安魂曲给自己听，反正迟早会要了自己的命，不用关心有什么毛病，为了让故事升华成精品。莫扎特没写完，这结局不喜欢，还不打算让歌声中断，直到我们都能够安然写下我们的平凡宇宙的。唱一首安魂曲给